主后2023年12月31日，萨利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先咱来听读圣经，约翰福音第1章第10到11节。创世以前就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，道是上帝。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，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，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。伫伊内面有活命，这活命是人类的光。这光伫黑暗中得照，黑暗毋捌赢过光。有上帝册内的一个人，名叫做约翰。这人来是要作证，为着光作证，要互所有的人通过伊来信。伊本身毋是迄个光，是要为着迄个光作证。有真个光进入世间，来照全人类。伊伫世间，世间通过伊来创造，毋过世间人毋捌伊。伊来到家己的所在，家己的人无接纳伊。弟兄姊大家平安。2023年拄好伫今仔日是最后一天。伫时间的意义，这是一年的结束。也准备为着明仔载一个新的年做开始。咱今仔日礼拜也要强守主的圣餐，领受饼甲葡萄汁，来纪念主的身躯甲宝血，带互咱新的活命、新的人生，也互咱诚侪上帝的囝儿。虽然圣诞节拄若过无偌久，咱透过约翰福音第1章来思考主耶稣伊圣诞，也就是上帝道成肉体成做人子耶稣的意义。遮讲道就是上帝，也甲上帝同在。道伫创造世间以前就有。而且上帝通过道来创造宇宙万有，道就是全人类活命的真光。可惜道成做人来到世间，世间毋但毋捌伊，也无接纳伊。总是遐个愿意接纳伊、搁信伊的人，伊就赏赐互因有权诚侪上帝的囝儿。对大多数人来看，耶稣是上帝，是圣囝上帝。耶稣伫圣神的感动，借着在圣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，以及耶稣死伫十字架顶，会当担当全人类的罪。搁人若信耶稣，就要诚做上帝的囝儿，也要有永活的生命。这个拢真好理解，真好相信。用人的知识、理性甲经验，拢真好伫想象甲理解接受，就拜体认为这是无稽之谈。伫中国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，也有部分真排斥即种圣诞节，讲是外国人的节日，圣诞节就爱离开中国。总是中国社会竟毋是也咧过元旦，咧过母亲节，甚至共产主义本身
来自苏联，是外国也毋是中国因家己的。伫现今全球化、国际化普及的时代，过头的排外其实也甲中国伫千国尾的义和团差不多，是真愚蠢的代志。圣囝耶稣道成肉体，踮伫咱中间，充满恩典甲真理，这是偌尔大的欢喜甲祝福。道真侪人伫旧的日本，无论是中文日本，还是巴克的日本，翻译是道成肉体。咱知影，既然是动物，包括人，拢有肉体，何况人毋但有肉体，而且也是有身心灵、身躯、精神、灵魂的组成。所以，新的日本又做道成做人，这是比道成肉体是较完整也较通顺的译文。伫源起头，上帝的创造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则，迄个自然律就是国照因的种类。所以人是人，猴是猴，并无迄款人会变猴，也是猴会变人，即种的代志，这是无共款的种类。所有的物种，国照其类，国照伊的种类，这是自然律。所以伫万物的中间，独独人是照上帝的形象甲款式受创造出来，也因为安尼，上帝道成做人，成做无罪的耶稣，通过耶稣的出世、死甲告活，就成做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甲死亡困绑唯一的特效药，也是唯一的解方，互咱的体内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有主的生命，这就是主的同在，也有新的活命甲新的人生。咱伫世间主逐种的预防射，有诶做一摆一世人就有抗体，亲像是天花即种，有诶是过一段时间伊诶药效会较差，也是失去，所以就爱搁补助，亲像武汉肺炎也是流感疫苗，拢是一年至少爱做一摆，也比较较有保障。若是耶稣是咱的救主，信搁受洗就要得到永生的拯救。敢若受洗无够额，搁爱有信，即个信心的洗礼，才是得救的要件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的洗礼只有一摆，保罗讲一个主，一个信，一个洗。毋过受圣餐、食主的饼、啉主的杯是无限次数的。所在教会有诶是日日守圣餐、八饼聚会。伫现代的教会，无共的教派，检采对守圣餐也有无共款的规定甲看法。伫咱台湾基督长的教会，咱伫教会一年至少无牧师的教会有2摆的圣餐，若是有牧师的教会，至少一年爱6摆以上。守圣餐是主所设立新的约，
是纪念主的身躯为咱牺牲，主的宝血为咱流出。哥林多前书第11章26节讲，所以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宣告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遮讲到着逐摆是复数，也就是圣餐的举行是无限次数，伊的目的是要伫咱的主要来以前，纪念主的救赎恩典甲真理。食主的饼，啉主的杯，象征食主的身躯，啉主的宝血，这是真实甲主合做一体，也就是主甲咱同在的真义。最近台湾总统大选伫要到，嘛要讲到着关于矿坑的代志。伫1984年，台湾海山一号矿坑捌发生大灾难，入坑的94人的中间，有93个人罹难去，大多只有剩一个叫做周庄老的兄弟，经历90几点钟才互救出来。伊伫暗无天日，也毋知时间的中间，周庄老为着要活落来，不得已啉家己的烧东岸尸体的大腿肉来食。这代志当当时也引起介大的争论讨论。总是讲，因为东岸的牺牲，伊勉强活落来。伊的活是替其他93个死去的人得活。后来伊献身去读新学院做牧师，也去全世界做见证。这互咱更较明白耶稣的死牺牲换咱活着的道理。咱通看当当时的这网络的新闻，我咧看全世界原住民族，因拍蜡的原则就是因要食偌济，拍偌济。因食物件也用恭敬敬畏的心在领受，因为动物的死，补充因的生命所需要的能量甲体力。我咧想，当咱伫守主的圣餐，咱也着要有类似即款的心态甲体会。这是主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这是主的宝血为着咱来流出的。咱守主的圣餐，表明主甲咱同在，享受上帝恩典甲真理伫咱的中间，带互咱出黑暗入光明、新生命的人生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甲慈爱，以及你的真理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伫即个2023年底，也拄好是主日，通伫你的面前来敬拜服侍，也伫即个所在来听读圣经的道理，也透过教会的生活，互阮会当真侪主的身躯，甲主你相结连。感谢主，互阮也伫今早起领受圣餐，来纪念主的牺牲，主的搁活，带互阮新的活命，互阮踮伫主真侪新创造的人，来日日换新，也来听候主你再临以前，真侪主你福音的见证，伫你面前献上祈祷恳求，
靠主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意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